台中市安东年开发到改革，改到传统嘅装嘅也系建筑就本人拆下，像系漆器从北起，弄白系即按下装料重建就系睇下去。民国79年，廖飞莲一等老屋嘅公堂外拆嘅时间，露天片屯废柴嘅上面，规下嘅保留好好，搬到新屋嘅楼档来保存，也为装料上加粗，小传统留下嘅历史记录。 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活动中心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托儿所，它蛮大的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在这个托儿所长大。清朝末年，家下起嘅潮用里福德祠，条下马系地府圈上了年起嘅，苗杜巷服饰百工神像，都见还系百公年前十条开的10条工。菜题咪系上了客人条摆的是炖鸡，其中一类主要适装嘅素菜。 风字辈的都是第8房，还有那个叔公啊、堂哥啊，他们年纪比较大，所以他们有参与到这个重修的一个过程。当时系想装了嘅孟州公凤条女人起嘅公堂小传统，就伫福德祠对面。虽然一下几件起嘅一栋嘅大堂屋，不过讲到条摆事情，廖飞莲还能记得清清楚楚。印象中它没有那么窄。 可能就是地震之后啊，还是说，那他们就是一直在整修，有整修嘛，对啊，所以这边也是，好，这个凉亭也是。韩国福德祠就伫台中一下当有名嘅漆器从北基督巷，廖飞莲老屋韩国公堂做伫民国79年家下就拆掉咧，本地嘅素菜咪起嘅一栋嘅大堂屋，根本认唔出本地嘅用嘅。 这个地方也是，虽然说我们的老家是在这个附近，可是这一带这个都是有田园，只不过说，你要去找出说正确的位置，现在比较难了，已经全部都不一样了。对。行啲条摆上课天初会见过路巷，啲老屋神法太这些事情，也还想传到老师路巷记忆。不过廖飞莲福卡还有一件宝贝。 因为这个楼梯没有很宽呐，所以停电廖飞莲爸爸廖福水上到高架5楼，第6栋当一间神明堂，其实有特别的考试。这4寸板，4寸这大了搬过来，迄个大了3。无杜巷的两片表有精致的废材壁花，还是老字用的。也两三表系廖飞莲的公太太廖成欢请工人师傅同火凤屋堂下做补摆。 都见嘅研究几百年的历史，当时为啥家下因此唔判得老祖公留下来的东西，就将沿用老唐海表搬到我家杜巷保存起来。民国79年，那个是从化区从化以后啊，我就把它用吊车两边吊车那边的那个房屋的柱子啦、盖子，统统把它换掉。 啊，用吊车两边给吊起来，吊来那个家，就是我刚留下来的古董，所以我是很怀念它，就是说不可以丢掉。详细看那废材内容，除了有文人雅士风格的琴棋书法，还有中年故事，连当时对外国来始终没看得到。对古的四个设计还有十分讲究，没看得出来了。文人当时唔但像是地方风的太假错。 每栋听得都是台，就是我阿祖留下来，然后我爸爸又把它翻修，但是还是把它保存着原来的风貌，就是还会有一个那个记忆的存在。那我刚才就想说，这种感觉好像已经失落的记忆又稍微有找回来一点的感觉。呢条从漆器重发开发过后，廖凤人本地系列素菜有一道我本人使到几片黑。 公堂拆成过后，家户客人咪四散的，条摆系夹在门面，动有历史记忆老屋嘅表，也还未空地人家无杜巷。廖飞莲希望有一日做啲田间夹做乡式，重新转到老屋，再过到公堂，许多转来。